接住為大家帶嚟嘅係一首粵曲《殺中妻》，演唱者咧係嚟自香港嘅羅耀邦先生同李淑嫻女士啊，講述嘅係忠義同親情嘅衝突，一段悲情故事嚟嘅，請大家細心欣賞，掌聲有請兩位。聲聲稱兄紅雨響，真
行動，豪殺心馬長。今夜送女王蘭英，可否逢空化吉那長淚眼看，輕煙撩人亂。公主請坐。操勞，你辛苦啦！辛苦，身不苦，心最苦。吓，駙馬，你講乜嘢啊？冇，公主我講，公主標晚品嘅係什麼神，念嘅係什麼經啊？哦，提起求神拜佛，講章出來。駙馬爺休要見笑。哦，此話請聽啊！王蘭英朝晚靜靜躲在佛堂，偷偷念佛，孝敬學我婆婆樣。我在宮闈院內，不慣參求神明拜禪房，今只學婆婆經神，朝晚上一炷心香，頭上蒼風擲降，婆婆求願我細心效仿，她朝堂平安，我望到吉那長，她憑孝清輕紅月，咒罵間黨。他咒罵家嘅手地，為祖先把血債。上鐵石人民也斷腸，我也咒罵家仇人，也求願情間間黨啊！哎呀，仲有千軍萬馬，擋不住佢一語悠長啊！可愛眼前人，佢語語失那陣，情重比泰山，心如秋月望，
留心今天那地，千恩萬愛卻積出恨一那像愛海般起前仇，親家原來是仇家，求什麼神靈降罪，一把無情劍。在腰旁，哎呀天啊天，天啊你若有情，何堪亂點冤家？何嘗鴛鴦幫朝經堂，暮經堂，朝晚聽婆婆土上蒼，一中心事悶奄奄，幾番欲問不敢講啊！公主你何所問？請直說無妨。吾家有世仇，婆婆祈願討血賬，敢問仇家何名姓？賊子居住在何方？知過嘛？公阿主，吾家殺父仇，一言難盡講。吾家仇恨，吾家事，無需公主你問端詳，問端詳。駙馬言差異，妾是吾家人，我當為吾家想，縱是仇家勢位比天高，我家父王位極雲霄上，仇家種在天腳底，一張皇榜要他無處藏，無處藏啊！仇人勢位比天高，確在雲霄上。若問仇家名和姓，天下早傳揚。要拿此奸雄，不須貼黃榜，原在天腳底，近在我身旁。駙馬，此話點解啊？聽啊了，為父報深仇，今宵討血賬，先殺王家女，後誅你父王仔。你來看，18年前你家爹爹謀朝篡漢，我爹痛斥奸黨，捨身拔劍護漢王，恨奸賊奪劍行兇，爹爹死在金階，血流劍上。
娘親為報國恨家仇，收藏此劍18年長。公主要問吳家嘅仇人，他就是你家爹爹聲王明王，為國為家也當以血還血，誓殺國賊劍下亡。情照冷雨霜，愛念斷，恩情拋路後，好替付雪恨，寫明付漢邦。
命盡拋傳。